以上的酒店宾馆的墙面发霉，已经成为各大平台差评的一个重灾区。众多酒店宾馆的老板一直被传统的装饰板材反潮干裂、后期维修成本高等问题所困扰。2023年，我们钢之盛引进一条冰火板自动化成型设备，采用 A 级防火的高密度硅酸盖板作为基板，经热切无机粘接工艺，彻底杜绝甲醛数值超标、板材腐烂等问题。这款冰火板拥有防潮、防火等专利，即使在90%湿度的情况下，它也依然干爽柔新。我们的工厂位于丝绸之路的核心腹地，就是为了更好的辐射全疆，把产品推向中亚市场。